利的第一张专辑叫做《巴西瓦里》。那巴西瓦里呢，就有一点让它变得修饰的很好听，其实叫做巴西瓦利。那巴西瓦利呢，阿美族的意思是向着东方，往东方饮食。还有一个叫做巴沙瓦利，那巴沙瓦利呢，就是更东边了，就是如果是花莲叫巴西瓦利，那巴沙瓦利呢就在台东，更东边、东南边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演唱这首歌曲，我相信你应该有听过。对，你一定有听过，你没有听过，你就不是阿美族。